来关心天气，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上新的报告，讲上近5月性影现象会阁出现，使到全球的气候会有真大的变化。专家嘛警告讲，今年恐惊会愈热。虽然这4月天出大日头的天气已经热到互人真歹忍受，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伫2时发布一项上新报告指出，造成极端天气的性影现象，将近会伫今年5月回归，这对全球气温甲落雨形态造成重大影响。As we know, El Niño has a major impact on rainfall patterns, on temperature patterns, and tends to increase global temperatures.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赤道太平洋地区已经观察到明显的变化。根据2024年10月14到2025年1月初5，太平洋赤道的温度监测图表显示，海面温度呈现明显的提升的趋势。这显示今年5到7月之间，真有可能发展出性影现象。世界气象组织3月底才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受到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影响，地球气候系统已经出现以前所无的严重失衡。性影现象后，2024年的气温升高达到1.55度，创史上上热的一年的纪录。专家悲观地表示，这一摆性影恐惊只会互高温更较悬。What we are expecting is that in 2027 we will have high temperature, and depending on the intensity of the El Niño event, we might reach or breach temporarily the 1.5 like we did in 2024. 性影现象会加重全球暖化效应，极端气候会考验粮食安全甲防灾体系。报告同时也预测落雨增加的地区，包括南美洲、甲美国南部、非洲之角、甲中亚、澳洲、印尼、甲南亚部分爱提防空化现象。专家也补充，春季预测报告也有修正的空间。10月过了后，气候模型会有所修正，互预测结果更加正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